2024学校午餐比赛，台中的青海国中用清水在地米糕，也有当地在地的农产品，该放入去营养午餐的菜色内底，即届摕到冠军。在评审检查每一个选手的衫了后，各组选手赶紧开始备料。台湾学校午餐大赛决赛自8日台北开始，今年主题是以五蔬五行特别推广素食，选手爱在90分钟内做出3菜1汤。想说小朋友喜欢吃的食物和在地有什么食材可以代表清水去参赛，所以营养师就想了这3道菜和1汤，这样去参加比赛。台中市青海高中用清水沙煲、番薯、韭菜加豆米来做菜，将改良版的大米糕加清水农产品做菜，如意菜丝、香丝、油滚2、3把，鲜果杏菜结合鱼丸汤顶，得到评审额度，得到冠军。吃在地食当季这样子的一个理念，好，然后并且我们都会选择有机的食材来入菜。好，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好吃健康，够吃营养。我觉得很好吃啊，尤其是这个汤，我觉得很好喝，顺口的，越喝越想喝啊。青海高中校长表示，这种的菜色进前已经在学校做过，师生拢真喜意，尤其是米糕是清水较有名的小吃。发现学生对米糕也较真同感，这摆参加比赛都用师生拢感觉真骄傲在地特色出发。教育局持续加强提升学校午餐品质，并且以5元加码政策，鼓励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食材，各校每周至少有1道有机蔬菜，有1次台中的蔬果、生鲜、农渔产品作为食材，以专款鼓励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有机食材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今年配合中央推动学校午餐11项地区蔬菜类用有机或者是参照绿色农产品。政府台中市学校健康饮食教育实施计划，在各校宣导健康饮食教育，让学生自细汉养成正确健康的饮食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